关于手语视讯传译服务，台湾的数位发展部在2023年8月份发布新闻稿，准备要开始推动台湾的手语视讯传译服务。根据新闻稿，数位发展部的方式是透过建制通讯软体系统，结合手语翻译员，协助听障者与他人即时沟通。目前还不太清楚到时会是用怎么样的形式来提供这项服务。其实这种听障者专用的视讯传译服务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澳洲、纽西兰等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有的已经推行20年了。今天我们就更深入的来认识手语视讯传译服务，英文是 Video Relay Service， 简称 VRS。VRS 就是透过视讯电话加上手语翻译员的双向传译，让使用手语的听障朋友能跟一般听力正常的人一样，能随时随地的用电话跟任何人通话。美国 VRS 发展史。VRS 这个词我很早就有在美国的文献中看到过，所以就大概介绍一下美国的 VRS。美国的 VRS 开始于1990年代的试验型计划，第一通拨打的 VRS 电话是在1995年的7月26日由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委拨打给知名听障大学高立德大学的校长。2000年的时候， FCC 规定电信商要在2002年7月1日之前提供 VRS 手语视讯传译服务，因此 VRS 视讯服务开始迅速发展，成为美国听障者之间很普遍且便利的通话服务。所以透过 VRS 的手语视讯传译，美国以手语沟通的听障者就能够透过视讯设备来与其他听障者进行沟通。而这项视讯传译服务是由联邦通讯委员会所管理的。FCC 相当于台湾的国家通讯委员会 NCC， 各家 VRS 电信商相关的费用是由一个洲际的电信基金补助。根据 FCC 的规定，要成为提供 VRS 的电信商，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例如能够提供全年无休24小时的通话服务，聘用合格的手语翻译人员，以及确保使用者的机密等等。根据美国 FCC 的资料，2023年的电信基金预算高达12亿美金，其中有11亿美金用于手语视讯传译服务，非常的惊人。补助的费用依据通话的使用量有所不同，从每分钟 5.29 美元到每分钟 2.63 美元不等。目前美国有5家电信商提供这一类的手语视讯传译服务，每家所提供的服务都各有特色，除了手语传译之外，也有即时字幕的服务。使用 VRS 服务的听障者可以任意选择电信商，也可以随时转换电信商，但能保有一样的号码。这就跟台湾的手机门号可以吸码转换电信商一样，只有变换电信公司，但使用原来的电话号码。VRS 是否要付费呢？重点来了，使用 VRS 视讯传译的听障者需不需要付费呢？在美国使用 VRS 的听障者是不用付费的，费用由 FCC 透过洲际电信基金会补助给各家电信商。听障者只要选好一家电信商之后，就可以随时透过 VRS 拨打视讯电话给想要沟通的对象，透过手语翻译员进行双向的传译沟通。VRS 的服务范围， VRS 能提供的通话服务不限于任何事务，只要不是非法的事务。听障者可以使用 VRS 打电话跟听力正常的家人或是朋友聊天、预订餐厅、订机位、买东西等等。因为 VRS 手语视讯传译的目的就是让使用手语的听障者跟听力正常者一样，能自由地使用电话对外沟通。听障者如何申请 VRS 服务？听障者要申请使用 VRS 有一些条件，例如使用者要选定一家电信商，并提供姓名、地址、
出生日期、社会安全码等个人资料，也要提供证明他们是听障者，必须要透过 VRS 视讯电话才能有效对外沟通。第二，使用者要使用自己的电信设备，并有高速的网路，不能透过公用的设备或网路来拨打 VRS 电话。第三， VRS 使用者要有一组电信商所提供的10位数电话号码，不能透过 email 或 IP 的位置来接收或发起 VRS 通话。第四，使用者必须本人亲自使用 VRS 视讯通话服务，不能转接给其他人使用。第五，使用 VRS 通话时，使用者必须一直出现在视讯的画面中，不能以各种方法遮蔽画面或是不回应。超过5分钟的话，电讯商的通话助理就会中断这通 VRS 电话。第六，听障者不可以透过 VRS 拨打国际电话，除了加拿大以外。但是呢，可以从国外拨回美国，前提是要先告知美国的电信商。以上这些要求都是为了确保 VRS 能够提供高品质有效的沟通服务，也避免资源的滥用或是榨取补助款。第一个普及 VRS 的国家，虽然美国现在的 VRS 非常的普及，但美国并不是第一个普及 VRS 视讯通话的国家。美国在1995年开始试验，但一直都是用一种叫 ISDN 的通话协定。这种协定需要使用特定的电话线路以及昂贵的通话设备，一直到2008年才转换到以网络为基础的 SIP 协定，提供 VRS 通话。而瑞典在1996年开始试验，一开始也是用 ISDN 的通讯协定，但瑞典在2003年就开始提供 SIP 通话协定的 VRS 视讯传译服务，到现在已经20年了。SIP 通讯协定也用于现在常见的 Zoom、Skype 等通话程式中。SIP 协定是透过网络，因此电脑、手机、平板等等可以连上网络的设备都可以使用。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数位发展部会推出什么样的服务，也不清楚听障朋友实际的需求以及使用的情况会是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介绍 VRS 的影片就到这，请大家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并分享哦。再见。